最近懶多啊，煮些一鍋過的係啊，即係而家一些紅椒同埋一些洋葱啊，隨便切絲就 OK 啊。然後呢，開個中小火橄欖油，先加一點點鹽巴，炒腍它們啊。菜仔炒呢，嗱，隨便切點蒜頭啊，來那個臘腸咁樣切地切啊，不要切太薄啊，咁樣。還有這個番茄呢，求其切碎佢就 OK 啊。太到軟呢，有小小椒呢，然後臘腸呢就可以放下去。炒到臘腸呢有香味啊，我可以蒜頭下去，還有一條辣椒，稍微炒一下，很香咁啊就 OK 啊。哇，很香啊！之後呢，一大根這個西班牙紅椒粉，它們很容易焦的，所以呢，馬上放番茄，有點水，火關小一點，兜勻佢就 OK 啊。嗱，薯仔呢，選那些西班牙奶咁樣呢，咁樣拍出嚟咁樣啊。嗱，不知道有什麼用，不過呢，他們是這樣切的啊，咁樣拍啊，加一點點醋調味，什麼醋都 OK 啊。還有鹽巴，然後倒水進去，剛剛忘了加一點點雞粉更正啊，然後先把它煮滾。哇，翻了翻先炒先晒飯，嗱水呢，這樣呢加個材料，然後呢開個小火，微滾咕嚕咕嚕咁樣煮。小火大概煮45分鐘啦，差不多啊，薯仔軟啦熟就 OK 啊。還有那個腸呢，你們如果買得到那些西班牙chorizo啊，就用那些更正。哇，煮完你係睇下結地咁樣啊，攞個靚碟，喂，玩未？哇，玩未西班牙的馬鈴薯哇，呢個披麵包更正不過我冇啊。重點是馬鈴薯嗰啲肉呢，披嚼呢個主嚼啊，試一試。